众朋友，新年快乐！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2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年真侪庙拢取消抢头香，不过西丽福兴宫有分8000多份的红包，新港洪天宫面册直播开庙门。台南初一伫安定区的首处庙埕设社处车站，提供500吨的 BNT 予下注家民众。总统蔡英文今日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台电调度中心等单位视察，也发慰问金感谢当地的人。新正一开始，咱先来看玉山和合欢山拢落雪咯。这届因为温度高，佮水汽也拢足饱，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可能佮会落雪哦。也提醒观众朋友，车山佮有冷酷空气要来啊，而且中部以北甲东部拢有可能会落雨。也若交通的部分。一透早，伫咧国道5号落南的车有较侪，伫国道1号和3号一寡路段时速干那40尔，向东的苏花路龙也是有塞车情形。雪直直落落来，玉山气象站规个看起正做白色的世界。伫咧温度甲水汽条件充足的情形之下，玉山落雪啊，为早起5点半落较大，目前积雪至少有0.5公分高。除了玉山，合欢山嘛有落雪。气象局表示，这波冷空气的水汽真饱，接下这几日间，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可能会落雪。从初1到初4的清晨这段时间，其实都还是有机会下雪，特别是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气象局表示，虽然冷气团减弱，各地气温有小可回升，不过初一透早伫新竹关西，敢若有12.5度，是全台湾上低温。按算初2水汽会搁较减少。到初3了后，阁有另外一波冷空气会到位，搁加上锋面瓦来，中部以北甲东半部拢有机会会落雨。初4暗时到初5透早，是这礼拜上介寒的时阵，台湾北部的上低温会降到12度。初1也就是新正连假的第4天，早起高速公路除了国道5号落南的车流有较侪，国道1号甲3号部分的路段出现时速40公里以下较快的情形。国5南向的南港系首至头城路段，预估之后会有车潮的出现，那大约会持续到下午。就是国1南向的杨梅至新竹路段，以及国3的土城至关西路段，也是会有车多的情形。往东部的苏花路龙，下早就出现车阵有塞车的现象，警方嘛已经派卡手来指挥。苏花路廊约莫在早上5点的时候，车潮有限。那目前车流的尾端在苏花新站约莫3公里左右。高公局表示，初1国道的交通量比去年减10%，不过路南的路段要是有8个所在会较塞，尤其是国道5号路南南港系统到头城，通行会塞超过10点钟。建议民众尽量伫咧下晡的时阵出门，较袂拄到塞车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疫情上新的消息。今仔日增加60例，有16例是本土病例，和宜兰大溪饭店相关的就有占6例。为着防止疫情炭烧，台北对今仔日开始电影院就禁止食食肉，这敢是要甲防疫升到2.5级的意思呢？市长郭文地是回应讲，因为惊讲过年期间较无好控制疫情，因安尼防疫有变较严格。若无过年了后，疫情若出现变数，电底会造成更较严重的损失。规面的大荧幕展示台北的交通现况、全球甲全台疫情，参台北各项的防疫相关数据。台北市长郭文德将会初1先来视察大数据中心，来了解整体运作甲疫情现况。描述性的东西转化成可以用科技来呈现的部分。第一个看到它时空上进展的方向、传染的方式，那么以及呢，我们最后分布出我们的战略。过来疫情炭烧，北市提悬防疫规格，为2月开始，电影院的影厅内禁止食物件，引起部分业者反弹。市长郭文德回应，无影响民生经济情况之下，防疫措施会较严。戴口罩就可以看电影，可在里面吃东西这个就尽量避免。这种群聚吃饭还是张口吃饭还是最危险的。那也要小心在过年期间，因为我刚才讲过，过年期间政府的效能还是下降的。你不要9天假期回来，发现糟糕已经散开了。对这感时都是2.5级，郭文德指出，是烦恼政府伫过年期间的效能下降，无希望过年了后疫情扩散，所以希望80%的营业会当维持的情况之下，互防疫更较安全。
如果我们第3剂真的该打都打到70%了，我们真的要坐下来想想看，隔离政策要不要放松呢？我们要把所有疫苗再整理一遍呢，可能明天下午宣布嘛，重启那个预约平台。另外，台北市也阁有8万剂的 BNT 疫苗，国民调说明，有个伫初2下到下中溪有约平台，初1迄个礼拜开始互民众注疫苗，希望会当提悬疫苗的注射率。记者综合报道。也那伫台南初1一天，安定区的所处才的庙埕有设注射站，提供500档的 BNT， 只要你是下资格，就会当来注射。核对身份跟领到同意书，民众来到庙埕头前，唔是要领红包，是要来注预防针。台南安定所处第1大天府真福宫头前排满椅仔，正月初1加开预防针注射站，互平常时做工课无时间，还是未晓预约的民众，赶紧和厝内人做伙来注。都第1剂，别人没空，我们有空。有空啊，今天有放假，不然要那个预约，要不会预约。真侪民众伫正月初1会到庙宇行村，祈求新的一年平安健康。毋过受到疫情扰乱，防疫工作袂当有假期。台南市伫初1提供500剂 BNT 预防针，无论是第1、2、3剂，只要是符合资格的民众，就当预约来注。今天会打出354剂，全面开放1、2、3剂的话，我们都统一施打。防疫袂当有假期，阁有基丁的社区体检站，因为基丁有一栋公寓，阁增加确诊的个案，一直到2月6号为止，会由基丁病院协助社区体检，要赶紧阻止疫情阁拓开。另外，高雄的2位大型预防针注射站，美丽岛这运站和公山组织会对2月4号开始分3天提供无同款的预防针。记者李小明交关综合报道。过年期间，有1日人游玩守本分，做好工课，互咱的生活会当正常。总统蔡英文今日透早就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佮有台地的调度中心等单位视察，也发慰问金来感谢一寡重敌的人。总统新年快乐！有什么新年新希望？好。比出加油的手势，希望新的一年国家会当风调雨顺、平安顺遂。蔡总统这一站来到台电的中央调度中心，感谢辛苦的值班人员。未来，台电还要为这个国家承担更多的任务所以在这里也向所有我们台电的同仁说，辛苦了。今年虎年那大家景气也非常好，那我们各项的能源也都上来，那一定会稳定供电。除了去台电，蔡总统嘛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除了听简报。发慰劳金以外，嘛强调讲，伫第一线守护民众生命安全的单位，政府会持续投入经费甲人力，提升整体救灾的量能。大家在第一线守护人民，政府也会持续的投入经费，来增加人力、汰换老旧的设备，还有采购先进的器材，让我们整体救灾能量能够提升。蔡总统强调讲，亲像国家搜救指挥中心，规年透天是拢无休困，随时为民服务，伫守护民众生命安全扮演真重要的角色，所以特别感谢大家拍拼甲付出。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防疫，真侪庙拢取消抢头香的活动，北港的商圈也拢禁止试食。不过有一寡庙也有维持传统，希望让信众有过年的气氛。亲像婚林西的福兴宫，是规划动线分800份的红包；也那嘉义的新港奉天宫，开庙门是专程拢用面册直播，让信众会当线顶参与。时间到，庙门一开，排队的信众已经领取虎年纪念性的美金红包。因疫情，今年全台各地庙宇拢取消抢头香的活动，西里福兴宫就规划5个动线，分散限量8800份的红包。没有人调动线挂通顺。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庙方嘛配合政府的政策，来取消这个抢头香。但是人潮嘛是足济啦，咱有伫劝导，叫人来保持这个安全距离啦。嘉义县新港奉天宫，唔但取消抢头香的活动，连过年的暗会分红包，嘛拢因疫情取消，但专程透过名册直播。没有信众做伙参与开庙门的祈福。妈作为信徒祈福，互咱今年这个疫情会当赶紧，会当离开咱台湾。为了配合防疫，北港天天宫除了规划进出的路线，搁增设20外处手消毒的地点，嘛通知旧历1月进香团体，拢会当取消活动。我们从这个初1到农历的30号，这个1月份的农历的
我们都一一打电话给这些已经登记要进香住宿用餐的团体取消。在这段时间尽量不要去做试吃的，避免交叉感染啦。配合政府防疫的，各北港相关的店家，以往过年期间拢是钱满人潮试食买伴手礼，但今年全面取消试食。虽然店家济少烦恼影响买气，但为着防疫表示，会当全面来配合。记者用为您介综合报道。期间每即天苗栗的反昆有自救会，和去年同款伫昆有公司的门卡口围炉抗议。虽然昆有无通过试运转，不过有关通申请延长。自救会就表示讲，会阁收至少9个月，等昆有的许可证互撤销。大店放着满满的菜色，看起来真粗糙。不过场所却是伫简单的帐篷。虽然31号是30暝，苗栗反昆义自救会成员也是无转去厝来团圆，连就是伫昆义公司的门口口来围炉。守护家园，昆义车站，昆义车站。自救会成员表示，虽然天气是愈换愈冷，不过坚守工园是一点嘛袂使放松。而今年已经是连续第2年，伫昆义公司的头前来过30暝，不过就是为着甲工园照调。所以不想在家里围炉。哎呀，在这个这么困难的地方围炉，大家还是逼不得已。坚持到昆义车站，才是我们最后的胜利。顶个月28号，就是昆义的试运转期限，而昆义因为进场量无到计划数量，目前试运转是无法度通过。环保署嘛将会发函，予苗栗县府要求厘清争议。自救会表示，虽然第一关是走掉的，不过依法昆义还是会使来申请电源，或者是提出新的试运转计划。自救会表示，将会研究到同意设置文件，依法来实效。在1年内试运转，如果没有成功的话，许可证就自动消失了。再锁也是那个9个月的时间了再苦也是再等9个月了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一直到截稿为止，昆义公司还未做出回应。自救会表示，同意设置文件，伫9月13号来实效。相信已经无再相信昆义甲县府的说法，并且听到真正被废照，才算讲真正保条家园。记者苗栗采访报道。镜头来国际进前，英国首相强森传出伫封城的期间，直直违反防疫军主办 party。目前调查报告公布指控强森的领导明显是出问题。落尾强森是公开回失的，不过伊拒绝请辞。英国首相强生伫咧东良街10号的官舍，过去2年防疫期间，几啊届违反防疫规定，举行 party 聚会、啉酒兼做生日。由英国内阁办公室第2常任秘书苏格雷女士做的调查报告，前几啊天了后，伫1月31日总算出来报告指出，英国伫封城的期间，首相官舍这活动根本就无应该举行，嘛显示伊的领导能力是真失败。针对这点，强生总算伫咧国会回失的，不过也是坚持伊领导的政府值得挖苦，伊也是袂落台。Firstly, I want to say sorry, and I'm sorry for the things we simply didn't get right, and also sorry for the way that this matter has been handled. And I say, Mr. Speaker, yes, we can be trusted. Yes, we can be trusted to deliver. 就算强生看到是真诚心伫咧回失的甲检讨，不过在野工党的党魁史凯尼也是大力甲捧，讲强生袂见效，霸占首相的大位。因若甲强生工党的党员，将英国首相梅伊嘛发言甲伊批评。They think the Prime Minister should do the decent thing and resign. Of course he won't, because he is a man without shame. So either my right honourable friend had not read the rules, or didn't understand what they meant, and others around him, or they didn't think the rules applied to number 10. 苏格雷的报告指出，首相官舍几啊届举办无经过明确授权或者是监督的聚会，真明显是真无妥当，爱随改进。因若强生嘛答应讲，会随针对官舍来进行改革。不过英国的民众对伫封城的期间，强生办聚会，却禁止百姓群聚的做法，因认为讲是已经严重伤害民主的精神。I think it's a very disappointing lack of integrity in leadership, and that's really sad for our democracy. I think he's not fit to be in Prime Minister. I think he should resign. 因为英国警方嘛已经介入调查强生官舍办聚会的事件，苏格雷的报告嘛无法度公布伤侪有路的部分。
分析家嘛认为讲，就算强生的行为是真明显无适合做首相，不过至少要有54个议员，甲国会1922委员会来启动无信任投票，这恐惊还阁有一段路要行。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文化新眼界镜头来家人，正常有大量的火山石对日本漂流过海来家人，似乎烦恼影响到环境和掠鱼，目前搁咧好。不过这好起来火山石顶伫遐是要安怎呢？似乎就摕来做年节商品，搁暗算要摕来铺伫报道。Made in Japan， 这是有点趣味啦。浮石变复石，趣味搁应景，祝福语的卖面也搁印有浮石的履历表。过年收到这款的礼物，大家拢感觉真新奇。我们就把火山浮石装到一个玻璃瓶里面，那上面就写“福至心灵，时来运转”，也有过年的喜气这样子。去年日本小铁冠群岛火山爆发，大量火山浮石飘到台湾沿海，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宜兰市政府到今麦也继续在估，目前已经累积超过70栋。因为火山浮石不是废弃物，袂当送至焚化炉，也是掩埋场，只好暂时堆伫江边。我们这些目前就是先去小渔港站，这些全部都我们站到小渔港。除了文创小物件，宜兰市政府也设立伫7栋苗圃铺设步道，找找可利用可能性。下面的这个木头我们并没有把它挖掉，反而是直接铺上去。那这些有些洞什么的，那刚好扶持去做填满。高高一沿火山浮石嵌伫凹较严重的插头步道上，打起来比翠石啊步道柔软，比沙坡更较有支持性，也风骨。主要就是因为它海水达到上来，就是盐分比较高。那其他是没有什么有害的物质在里面，它还是能够透水，所以你看还是有一点点植物能够长出来。也不过因为浮石的总量还未确定，铺设做步道的耐用度甲环境影响，也需要较侪观察。若讲真正要大规模应用伫其他自然步道上，要等专家学者评估过了后才会当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让山马生甲愈好，甲一寡海气的部分撤掉是真要紧。不过，这海气的部分单调也是真拍算。即马伫花莲的南华牧技中心，因除了训练师傅，也甲一寡废茶用镭射雕刻的方式制作商品，里面阁有刻珍贵的台湾动物和食物，咱做伙来看。这是花莲林区管理处为伫建乡南华工作站的牧技中心，导定各种文创艺品，包括笔记本、书签、珠宝盒仔，拢是林务局员工家己设计甲制作，佮搭配电脑镭射雕刻，互各种台湾珍贵的动植物拢会当互刻印起嚟，互人看了真想要收藏。五色鸟它的尾巴这边可以架手机，那后来就想说中间这个地方也可以变成胶带台，就变成多功能的这样。萤火虫它的特色就是它晚上会一闪一闪的，所以我们底面的纸故意用成亮黄色。这寡精美的文创艺品，原料其实拢是林务局伫花莲局里水尾山区以早所种的台湾杉甲柳杉，因为需要生长空间，所以爱凑一寡起来，绝对不是破坏山啊。我们新植的树量1公顷大概是种2000棵，那为了让这些柳杉未来可以成材，我们会慢慢的把一些长得不好的、不良的，透过疏伐的方式把它疏伐掉。那理想的状态就是1公顷最后会剩下800到1000棵。风凑起来的杉木，树龄平均10年，风送来牧技中心作为产品研发，借出研究各色材特性，目前也是园区内以及木工技术班的课程原物料，老师学员拢真爱使用。我觉得很好啦。那本身我自己也是一个木工的 DIY 爱好者啦，所以我觉得能够把台湾材能够再这样子运用，然后去推广，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idea。林务局强调，台湾目前一年有600万吨的木材进口，也不过国产材却无到1%，所以为2017年林业政策就开始增加国产材数量。保证林务局北合区一年爱生产5000立方左右的木材，预计2027年爱达到5%的供应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摩登这个词，是日本时代有现代化的观念了后，直接把英语的 modern 换做台语摩登。尤其穿插卡摩登的女性，佫会互号做乌鸟。国家摄影中心即卖有一个相片展览，展出摩登女性对日本时代到战后初期穿插的相片，来观察台湾穿插流行文化安怎受到时代甲苏东时政权的影响。
一张黑白相片记录一位穿和服的女性。1930年代日本时代的台湾开始皇民化运动，对一寡负担会起的女性来讲，穿和服真做一种高级的打扮，嘛凸显殖民时代台湾人对身份认同的矛盾。但他受日本教育，然后有时候讲日本话，那你的饮食、你的生活习惯又是来自非常台式或是中式的，但是你又穿上和服，那个时代里面，台湾人对身份认同的不确定跟及摇摆的象征性。蔡文上讲，女性对流行资讯的接受速度是上紧。透过古早时女性打扮的相片，会使看到各时代的流行风潮，甲迄当阵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度。在日本时代，从东大陆、上海流行到的旗袍，或者是日本人所穿的、所推广的西式的服装，或者是在台湾本地的服装。等等，而且女性本来就是一个爱美，这样的流行的吸引在女性的身上里面呢，那也看到台湾文化发展的或生活品味或生活美学的一些发展的历程。国家摄影文化中心举办展览，让民众透过女性流行的清查，看到台湾对日本时代到1960年代对殖民文化美学发展到台湾主体美学的过程。记者郭北君、郑派文、林玉凯台北报道。伫台中有一个互人合作电影文的拍金店头家张丁文，伊自细汉对电影就真有兴趣。伊收藏500多台放电影的机器，佮有真侪相片甲底片，伫收藏就是40几档。伊也希望设一个电影博物馆。有一个导演李建成支持伊的理念，就替伊拍一出纪录片，收藏电影的人。咱做伙来看张丁文的故事。这支片是1895年卢米埃伫法国所放的全世界第一支片啊！因为大家看到拢是数位版的，敢若我有这份来教学。用以前的机仔来放较早的影片，放影片的这个人，阁收藏500多台电影机仔。伊讲这是伊的使命，希望会当保存台湾珍贵的电影历史。差不多伫1904年的时阵，迄阵啊，卢米埃利用的物件我即马阁有留着。包括民国20几年的剧照啦，甲咱台湾第一部四边去甲王宝钏的剧照嘛，去我收到。可能就会可以借由这些影片，借由这些照片，重新去思索说我们这边应该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对，那用这些影像跟这些记录的话，它可以培养出在地人的文化自信。翕再回来北京的导演李建成，当初因为机器需要修理，透过朋友的小介人捌张林文。知影伊对电影的热情了后，唔但翕这支纪录片，阁希望甲伊斗相共成立电影博物馆。1895年开始，卢米埃他们在这个法国放映了全世界的第一部电影。从这个整个历史开始，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东西可以展出，所以我们其实希望有这个民间企业家，或者是说这个基金会可以支持我们。本身是家己人的张林文，高中的时阵受到老师的鼓励，家己去学习电影机的制作甲原理。而且后来佫学会晓拍金马的功夫，所以电影机仔找无零件的时阵，伊就家己来做。足侪人摕电影机仔来讲，这零件无法免啦，不要紧。我用拍金仔的技术来做零件。为着要互人知影电影文物的重要，因专工来大南放一出纪录片。张立文表示，趁这个宣传电影博物馆的机会，嘛来感谢老师当初的牵绳。看到这个影像，原来爸爸妈妈时代是看到这些画面。他们就会很有感触，然后进而然的引发他们兴趣。当然啦，他们就会开始投入在这一块圈子里头，我觉得很好，也可以达到传承，然后又可以达到保存的意义。导演李建成表示，张林文的坚持替台湾电影文化保留真侪重要的物件，所以才会翕这出纪录片。未来希望会当伫电视台来放送，让社会各界知影电影历史的重要。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再来看今日各地头的气温资料。北部地区是16度到19度，中部地区是16度到20度，南部地区是18度到24度。东部地区是18度到22度，外岛地区是8度到18度。再来，阁有未来3天的气象。
感谢你收看《公视第几台的下晡新闻》，我是朱永晓。稍等下下暗7点，咱再会。